在四边期22thì直接人講到，攏總人看到矮、險矮、氣險矮，千萬講拜矮，千萬面頭矮，意思冇希望、冇用，攏總人看時間可能根本日兄弟姊妹為咗人用人險時間。看時間唔起，看時間冇，是面頭冇肉字，冇求生。我講兄弟姊妹談根本日，呢個耶賽亞43條4節一樣講到，上帝看時間嘅講因為到你十分上等，十分寶貝在我嘅眼中，上帝十分看時間對上等。寶貝看時間，那麼因為上帝寫時間，所以人類為佢面頭時間，為氣險時間，但係上帝打開手，兩接時間，因為佢寫時間，時間謙卑來到上帝面前，信任佢在家救主，在家天父，佢保佑時間，佢照顧時間，人面頭時間，人險時間，但係上帝歡喜。合意時間嚟到佢面前，因為佢寫時間，佢愛安排對攏眾人，因為到佢寫時間，阿門。